咩話？30萬喺珠海買精裝別墅，真係啊！30個首期啊！珠海情侶路嘅精裝別墅啊，而家係現樓嘅狀態啦。呢一套別墅172平，一共做咗3層嘅設計，一樓嘅樓底7米高啊！我哋一樓呢，主要係做餐客廳同埋廚房嘅位置，前後雙露台啊，後邊就係我哋珠海嘅鳳凰山，住喺呢度啲空氣環境非常舒服啊！一樓呢，做咗一個套間，可以做埋長輩房使用啊，出入都比較方便。上樓梯呢個係我哋2樓嘅位置，2樓呢都係做咗有2個套間嘅。呢個位置呢，位於珠海嘅市中心啊，樓頂都可以睇到我哋珠海嘅日月貝，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僅需20分鐘嘅車程。而家仲送車位，送埋港澳兩地牌俾你哋。我哋3樓呢係做咗一個主人套間嘅，呢個套間犀利咯，2個大露台，1個廁所帶埋衣帽間嘅。有興趣嘅朋友評論區留言，我 send 最新資料俾你。